標準死了，標準被殺了，人類就可以成為標準嗎？如果我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有一個在我之上的存在來承擔責任，那麼我的選擇到底由誰來負責到底？當標準消失之後，是非對錯還能依靠什麼而站立？這種思考並不是否定神，而是拆解了標準與結構。善與惡不再是被賦予的，而成了人必須自己創造的東西。結果是，自由被擴張了，但責任卻被分散了。沒有人下命令，但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當成標準。這種思考所摧毀的，是統治性的秩序，所留下的，只是一個只剩下自己的世界。然而，在那個世界裏，並沒有秩序。那麼我問，如果羅格斯的根基只是自己本身，那樣的自我統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？當標準只在人的內部循環，關係的持續性又能在哪裏扎根？